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Ann 與阿 Lam 呢個頻道。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呢一位粵劇前輩係水蛇蓉，佢同打雀遇鬼嘅傳奇之路。響粵劇嘅璀璨星空裏邊，有一位以佢獨特嘅魅力同埋不懈嘅努力，照亮咗觀眾嘅心扉。佢就係新水蛇蓉，就係呢一位從平凡裏邊脫穎而出嘅傳奇人物。佢以一出打雀遇鬼，不但只贏得咗滿堂彩，更加喺梨園史上面留下咗濃墨重彩嘅一筆。響粵劇嘅舞台上邊，網根邊即係丑生呢個角色，往往都需要演員具備咗非凡嘅幽默感同埋即興嘅表演能力，先至可以贏得觀眾嘅青睞。傳統上邊，男丑嘅扮相係古怪啦，一出場就要以逗趣為先，而白鼻哥嘅稱號呢，更加係對呢個角色特色嘅生動詮釋。而新水蛇蓉正正係響咁樣嘅背景之下，憑藉住對戲曲嘅無限熱愛同埋不懈嘅追求，踏上咗佢嘅藝術征途。響成為梨園名角之前呢，新水蛇蓉曾經係輪船上面嘅一名普通嘅燒火工人。但係每當佢睇到紅船載住啲戲班穿梭響各鄉之間嘅時候，嗰份對於舞台嘅向往就好似潮水咁湧上嚟。通過同戲人嘅交流，令到佢對戲曲世界充滿咗憧憬。佢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站喺聚光燈之下，用自己嘅表演觸動人心。即使初時拜師遭遇到冷言冷語，但係新水蛇蓉並未放棄。佢轉而跟一位武生學習，用汗水同埋堅持，成就咗自己嘅成功之路。學成咗之後呢，新水蛇蓉就以一出打雀遇鬼驚艷四座。呢部傳統嘅劇目喺佢嘅演繹之下，煥發出新嘅生命力。佢以佢獨特嘅表演風格，將角色嘅詼諧同埋機智展現得淋漓盡致。每一次出場都可以引起觀眾陣陣笑聲同埋掌聲，亦都正係呢一份對藝術嘅執着同埋對角色嘅深刻理解，令佢喺短短幾年之間呢，就成咗永太平班裏邊嘅正印網根邊啦。更加係以打雀遇鬼一劇獨步梨園，成為咗無數戲迷心裏邊嘅經典。新水蛇蓉嘅成功並唔係偶然，佢背後係無數次嘅磨練同埋排練，係對戲曲藝術嘅無限熱愛同埋執着追求。即使喺成為正角之後，佢都並未滿足於現狀，而係不斷咁樣挑戰自我，力求喺每一場演出裏邊都可以為觀眾帶嚟全新嘅感受。正正係呢一份精神，令佢喺眾多嘅男丑裏邊脫穎而出，成為咗嗰個年代嘅璀璨明星。新水蛇蓉同打雀遇鬼嘅故事，係一段關於夢想、堅持同埋熱愛嘅傳奇。佢話俾我哋知，無論出身點樣，只要有夢想同埋不懈嘅努力，終有一日能夠綻放出屬於自己嘅光芒。喺粵劇嘅長河裏邊，新水蛇蓉嘅名字將會永遠咁閃耀住耀眼嘅光芒，激勵住後來者不斷咁前行。好，新水蛇蓉就介紹到呢一度，希望大家點讚、留言、分享同埋記得訂閱啦。拜拜。